睇得咁精彩，你跟住突然間叫停佢係咪？嗱，咁我通常咧就會同啲家長講咧，就係咧揾一日同個小朋友咧開家庭會議，一人攞張白紙出嚟寫低，就話我係每日有幾多分鐘嗱，要兩個商量嘅喎，唔好話家長話嗱，我只係俾你15分鐘啫，你都要問個小朋友每日你想有幾多分鐘去睇短片 ，OK？ 咁個小朋友可能就話我要1個鐘啊，咁啊冇可能嘅，咁你就話俾佢聽，我可以俾你嘅咧就係15分鐘，咁佢梗係話哇15分鐘咁少，咁你就話好啊，如果你想爭取多啲嘅話咧，你諗下做啲乜嘢能夠爭取多啲可以去睇呢個第一，咁啊寫一路寫，咁開家庭會議啊嘛，其實就好似你公司開會一樣，就係大家有商有量，同埋個小朋友有參與嘅話咧，佢會承諾做咧嗰個嘅機會咧係會好大嘅。我真係有之前有教過啲家長做，佢話佢啲小朋友咧真係有去做，因為自己講噶嘛，自己講晒所有細節嘅位之後咧，最後咧佢喺下邊簽名嘅喎。好啦，咁但係唔係淨係講點樣嘅喎，仲要有一個咧就係咧做唔到咧就有啲咩咧？譬如佢做唔到嗰日明明咧只可以得20分鐘去睇，點知佢超出咗嘅話，就反而就係個家長問佢：咦，如果你真係做唔到嘅話，點咧？問翻個小朋友，個小朋友可能就話：咁我第2日就減翻嗰5分鐘咯。咁如果係咁講就好啦，就唔好由家長就話嗱，我覺得你應該要咁做。所有嘢咧最好係由個小朋友去講出嚟，因為佢自己講，佢自己會做到啊嘛。如果家長講嘅話，佢梗係做唔到啦，係咪先？如果小朋友自己做到，因為佢自己講、自己做、自己簽埋名，佢會承諾做到嘅機會好大，即係我頭先所講。咁樣 O 唔 OK？